我以前一直以為，如果我遇到一個令我有家嘅感覺嘅人，就係上天為我安排咗一個終點。但最近我開始喺度諗，會唔會其實我哋每個人都只係坐喺唔同列車上面嘅乘客，只不過係喺信號燈改變之前，短暫咁停靠喺同一個車站。由細到大，我哋都被教導成長就係要建立一啲長久嘅嘢，事業、層樓或者係一世嘅關係。所以當生活推動我哋向前，令我哋遠離一個真心愛慕嘅人嗰陣，我哋會覺得係一種錯誤，好似劇本出咗錯咁。但如果呢種推動力其實唔係一種干擾呢？如果流動本身先至係意義所在，睇住一個你喜歡嘅人喺車窗出面慢慢遠去，而你自己嘅生活節奏卻不斷加速，嗰種哀傷係好獨特嘅。你並唔係選擇離開，只係軌道分開咗。我意識到，我哋成日將短暫誤解為無意義。我哋以為如果一段關係唔能夠去到永遠，就係嘥時間。但我生命入面一啲最深刻嘅轉變，往往唔係來自嗰啲留低嘅人，而係來自嗰啲我只係識咗一個季節嘅人。停一停，諗下嗰個人，嗰個到今日仲令你諗緊如果當初嘅人，你仲記唔記得喺未遇到佢之前，你係一個點樣嘅人？生活有一種唔需要徵求我哋同意嘅慣性，佢會將我哋推向新嘅城市、新嘅思維同埋新嘅自己。有時我哋遇到一個同今日嘅自己完美契合嘅人，但生活知道聽日嘅自己需要變成點樣嘅人。我哋係乘客，我哋未必次次都可以踩住個迫力剎車。擁抱乘客呢種心態，並唔係叫你消極，而係叫你比起想要控制停留嘅慾望，更加去信任呢段旅程嘅流動。我仲學習緊點樣去淡然面對呢啲離別。如果呢番說話令你想起某張面孔，或者某個生活推住你走，但你其實好想留低嘅時刻，我好想喺留言區聽下你嗰段旅程嘅故事。